世界万行代，拢是咱台湾新眼界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吴平晴。今日这支是敢若麦克风，但是唔是，这是一支番麦。是安怎我摕一支番麦来到这烟蓬蓬，哇，四边拢是蒙雾，后蒙蒙的雨水，也袂得冷却着咱两个人像火一般的恋情，啊，唔是。咱今仔日要来看地热厂，地热发电厂，甲我的热情有啥物关系？咱继续来甲转播看落去，来哦！听讲哦，叫人咧补能，搁补番麦呢。这阿伯哦，这不是阿伯，嘿，阿你，你好，其实头这总经理啦，哦，总经理在咧补能咧补番麦，哎呦，啊，这就差了几度啊？哦，你看这吼，咱遐有写92.9 92.9吼，其实一般来讲拢差不多讲超过90度以上。啊，这就已经熟啊。所以一般来讲，看你要食外色的啦吼，你嘛一般的迄个温泉蛋吼，差不多半色的，吼半色才6分钟。6分钟？哎，要进6分钟。哦，敢若河鱼咧呢。拢这足甜哦。这足甜的哦。哎呦喂啊！哎，来试看卖。无味呢。是。吼，这已经我拄啊伫遮已经算一波啊，差不多啊，等下就一享用。嘿。哎呦，哦，烧咧，烧哦，啊，其实无讲洪水味介重呢。咁咱遮因为是算这咱算碳酸钙的迄个地下水，吼，无参照硫磺的，吼，硫磺会比较重，吼，啊，咱这个一般来讲，哎呦，碳酸的较好，好看，赞的哦，这拄啊好，这拄啊好。哦，是。但是吼，总经今仔是拜托伊来演一下啦，吼。慢你讲。主要人是发电的啦，唔是咧卖饭卖卵的啦，吼。是。你甲咱讲吼，咱遮差不多占地才有偌大？吼，咱遮吼规个算讲是宜兰县政府一个 BOT 的，啊分做2区。咱即马这个所在吼，算讲是第一个公园的所在，小型的发电厂的所在是2公顷左右。咱伫后壁遐吼，搁一南区，迄较大。哦，迄差不多5公顷，拢总差不多7-8公顷左右。啊，完全拢机械咧操作咯。阮大部分拢是发电的辅助啦，吼，即拢种自动的辅助。一般日常来讲，阮遮原来有算讲有会做啊，有做的做的人，遮来做有一款操作。啊，但是人拢袂像这。啊，你这是 BOT 加县政府 BOT 嘛？是。啊，但是这场呢，这场是恁家己咧营运吗？遮就算讲是第一公园的部分吼，啊，目前宜兰县政府原来有委托厂商伫遮咧经营遮的迄个表现吼，俄罗斯。而且我咧讲，尽量看到物件我就挡袂了。哦，所以你各位看到这个所在是这煮卵、煮番麦，啊，有啥还煮一寡海产、海鲜、会使。哦，会啊啦，啊，你无意思，你今仔无传。无要紧，咱等下主持有时间吼，咱会使过迄落。观众啊，啊你这种人你无传这一块海鲜来再记一下，啊，讲种这样食得真好，是，足甜的。哦，咱遮除了煮卵、煮番麦以外，咱遐阁有泡开。其实吼，唔是要叫伊来个小解讲，才有当休闲，无唔对，你当休闲哦，较做科普。咱哦，小咱要拜托总经理带咱来看吼，这小发电厂。啊，而且吼，啊内面啊，搁一寡小解，甲咱讲吼，这地热是安怎形成？啊，咱台湾哦，有一个宝贝就是地热。咱哦，家己的宝贝唔知影珍惜吼，这吼无应该，咱来好好珍惜咱的地热。是，咱即摆吼，就互我食一嘴。咱再来看这个小发电厂。等下遮拢包起来。遮拢包起来吼，来看小发电厂。咱这个是搁咧使用这个机台。哦，无，这是较早吼，民国70年的时阵哦，台电留落来的旧机器，啊，这组是发电机，迄当阵来发电。哦，这古董啊呢？是真久啊。迄当阵放咧内底咧发电嘛，啊，即摆就拿伊来遮互咱民众来参观。啊，那无使用总经理？因为这算巨型的机械哦，咱用足久，已经算讲已经过钟了。过钟去哦？过钟了已经无法度去使用啊啦。啊是安怎会过钟？较早阮用迄个地热的迄个
算讲迄个热源吼，无讲介稳定，吼，所以变做讲伊发电的迄个效率，吼，愈来愈低。哦，有当是有称，有当是有些无无钱，吼，所以变做讲伊发电的规个算发电量，这拢无够，总无稳定，做无固定安尼嘛。啊，听讲是内面有结这敢若水沟安尼。是，吼。所以咱这地热本身，伊是酸的还是咸的？就是甜的啦，对。哦，啊，唔先像碳酸钙这种物件。是。啊，这叫做水沟里的。对。啊，拢个卡死。是。啊，这粒甲迄粒拢是吗？这是蒸发器。啊，蒸发器。蒸发器就是迄烧水起来吼，伊爱入去这内底，然后水甲迄个水甲气会当分开，啊用气吼来甲迄个咱的涡轮机来甲冲。水甲气会分开。对。伊我刚想着讲，遐有烟，啊，这烟应该是水气。对。啊，所以爱甲抽出来。对，迄蒸汽吼甲水。是。恁是讲啊真明白啊，但是我是听了无啥啥。对。咱来内面吼，看卖讲内面还佫有解说，讲咱听。好。今日吼天气哦，算得真水啦。啊，但是哦镜头哦感觉无水，咱入来看。这个天气对阮来讲是最好的天气。安怎讲？因为阮发电吼，地热发电是希望讲这个环境的迄个温度吼愈低愈好，啊发电的效率会愈高。所以落雨啦，还是什么寒流啦、冷风啦，对阮来讲是上好势。哦，所以伊是要最佳表现哦，咱看。是真正有正嘿。好，咱入来看卖。好。咱入来看卖。啊，咱哦，头拄仔对遮外口入来吼，其实毋是挑剔讲要来讲这个解说，要来庇护啦，因为内面有影讲咧解说得较清楚。土地讲，你甲咱讲吼，对遮开始啊，这字拢写得明明白白，但是我看到真妩媚。这个吼，这个泵地源热泵，这什么意思？咱这个电力的这个发电吼，规个过程咱按遮会当看得清楚，因为咱涂骹到下骹吼，咱有地壳是热的，烧的，烧的，啊，咱就是爱有遮的迄个地壳的迄个挤压，啊，产生这裂隙，这裂隙就是变做形成烧加地下水，互伊加热了冲起来了，伊就是按遮冲起来，啊，冲起来这个烧水甲这个蒸汽，咱就甲摕来利用，啊，这摕来利用就是要甲这内底烧，甲搬出来，因为烧是一种能源，烧是一种能源。所以咱要安怎甲这烧，甲储出来，啊来发电。所以头先恁讲遐内面爱甲蒸汽、甲水、甲分开。对。啊，迄是伫倒位？所以咱踮咱就咱看，咱这样要储咱地下这个烧要安怎储？咱就是爱拍井，拍井，这拢是咱拍井。啊，井拍落去了后，有拄着咱这裂隙的时阵，伊的通道就形成啦。啊，即摆这下骹的这水咧，伊是烧水咧，伊有水甲蒸汽，因为咱水超过100度就变蒸汽，啊，咱这拢是100几度、200度的，所以伊是混合的，有水有蒸汽。啊，伊来到咱顶头来哦，咱就是爱用这个叫做汽水分离器，也是散发器，就是因为咱的蒸汽较轻，伊会按顶头冲，啊，咱的烧水较重，伊会停喺下骹，啊，烧水停喺下骹有行烧水的公路。啊，蒸汽有行蒸汽的公路，啊，所以蒸汽咱就当直接去塞迄个涡轮。哦，所以是自然式的，唔是讲用什么化学无，物理的方式，天然的，用天然的物理的方式。自然甲分离，自然分离，因为蒸汽的较轻，稍微顶悬，啊，水较重，伊会较沉落。啊，咱拢甲出来。啊，你亲像咱咧吹鼎啊、吹鱼啊，啊顶头会结水的，水就会滴落来嘛。滴落去。啊蒸汽都会顶悬浮起来。对。啊，袂使凊彩掀啦。袂使，气就走去啊。气就走去啊。所以爱甲储起来。啊，储去发电机啊。对，啊储起来吼，咱较早台电哦，伊就是蒸汽直接去塞迄个涡轮，咱有看到无？蒸汽直接塞，啊塞的时阵，伊就是伊的结构啊。水缸，伊就甲迄涡轮的迄个轴心甲叶片的卡死，啊就是这么样就发电机就歹样。啊，咱恁即摆遮熬，有当这水沟甲对调哦。咱即摆会使用一寡技术吼去控制温度甲伊的压力，吼，甚至讲阮内底遮的结构吼，会使做
会使个清理，清洗个清洗清理，吼，所以变做咱的机械会使维持较久，安尼，哦。啊，咱即摆新的技术是迄个 ORC 的迄个双循环的系统。咱即摆唔是用蒸汽直接去杀涡轮，咱即摆吼蒸汽伊会入去一个换热器顶头。这个换热器是安怎咧？伊甲即个烧水甲蒸汽吼，加入咱这冷媒啦，咱冷气迄个冷媒。好。啊，冷媒吼，伊就去加入了，伊共款的变气态的。啊，用冷媒的气态去杀涡轮，伊袂结构。啊，所以迄个涡轮伊就真巧呢，所以无直接用这个蒸汽。对，因为咱冷媒迄个滚点较低嘛，滚点低，所以你烧水起来的时阵吼，因为内底的时阵伊甲内底热吼，去甲这个冷媒蒸发，蒸发了以后就变气啊嘛，啊，用这个冷媒蒸发的，这个气去杀这个涡轮机，安尼。啊，所以伊就是袂有这个结构的问题。我就先撇掉咱咧讲的迄个涡轮机的去结构的。徛这个蒸汽就变做即马敢若燃料安尼。但是是密闭式的循环。是。就甲咱冷气。可以让循环利用。是，一直循环对。变气态的时阵对嘛？啊，咱个用迄个电筒个收起来，个甲变做水，散热，甲冷却，啊，个变液态的，个变因为你看吼，咱出出来这是烧水嘛吼，里面内底吼，你甲迄个冷媒，甲算讲甲蒸发了，伊的烧水就变冷水，冷水，阮会搁甲搁做落来，搁上来，搁上来，你土地公，对，因为土地公的水吼袂使减。所以里边内底这个芳，内底个永远有水。所以比如讲，你下冷水，搁互地骹的这个热，搁用烧，搁抽起来，安尼一直循环。所以恁的成本是变做这个冷媒啊。但是冷媒无啥物消耗，拢无损耗。这对成本来讲，冷媒无啥物损耗。无损耗，因为冷媒蒸发了吼，去杀涡轮机了，冷媒嘛搁冷却。佮变做液态，佮转来。因为我有看到顶头，佮冷却起来，伊佮转来，啊佮蒸发，啊佮起哩，啊佮转来，安尼。敢若咱厝的冷气的冷媒啊，你嘛袂讲，但你拢爱去加冷媒啦。算讲伊是一个封闭。真正有要当生呢，什么物件拢 QQ 起来呢？爱欠的爱欠。这叫做。这叫做循环经济，就是。对。啊，所以这就是取热不取水的原理啦，取热不取水。出热无出水，出热不出水。啊嘛袂造成地震下陷，嘛无环保的问题，嘛无环保的问题。对，这真正一举数得的。对啊，24点钟一直发电，一直发电。是。啊，佫袂罢工的哦。袂罢工，啊，佫做安静。啊，恁人员嘛无讲介济呢，无讲介济，所以是导致这个机械的成本。对，设备甲落济，是落济啦，落济爱开。啊，初期有当时会讲句。对，所以应啊嘛是会讲句。对啦，所以主要就讲头前你爱做探勘的时阵吼，你爱去找到，你爱找到这热源啦，热源若找到，这水源嘛有够。这是高瓦器啦，就是对这来去。是。啊，若讲到底吼，咱来看这，我看这种年代呢，哇，这上早是1966年就开始啊。拄啊，我出世。我少年。啊，这刷落来，因为我细汉的时阵就知影讲清楚有温泉。是。搁甲日期还搁有蓬嘛有温泉。是。但是迄阵是有想讲要来做人。无嘛，迄个时阵其实咱国家足早就开始吼，对这个地质有开始有在注意吼，所以迄个时阵拢叫咱的中油吼来开始伫这个所在吼，因为这个所在你看做一烟嘛，庆烟的所在一定有烧伫内底嘛，吼，就请中油，因为中油是算讲遐龙井啦，对，是国内算讲会落井这个上厉害的公司。而且内底做一地质的专业人员嘛，所以迄个时阵就开始做研究，研究一直讲对这地规个地质，这个温泉，内底这下骹地下温泉，甲我讲迄芳啦，这物件开始做研究，研究一直到19年，19年80年的时阵就开始含迄个国科会啦、台电，佮讲迄这一寡单位开始就是试看卖，当时用这地热
看有法度发电。哦，所以是这农政成功率是47%呢，迄阵是，哦，是所以迄试验阶段吼。是。但是真正恁的电厂是当时开始。哦，咱都已经到2000年以后啊啦。到台电同意将汉地的这个电厂地热者，像弯光线转到宜兰县，因为恁才会接触。是因为进前吼有做这试验的时阵吼，迄个时阵是有成功1、2档，但是迄个时阵因为技术较歹，的时阵迄个结果拢卡掉的啦，卡先卡掉的，所以2档了后，迄规个迄个产量拢降落来到尾就无经济下水，就全部荒废去。毁了，伊就开始资产刷互宜兰县政府。看恁要安怎处理？啊，这些物件恁看要安怎处理？所以迄个时阵宜兰县政府就用这个所 BOT 的方式，哦，恁来标，鼓励民间参与就对啦，阮就来标，标才恢复这规个这原恁时阵迄阵是看到这个结山，恁敢会心头结几万？其实阮嘛是会感觉这是有风险，但是但是因为这个所在，阮做了解。我定做讲，恁调讲恁的公司的名就心头结几万，结完。结完不是啊，这完吼是开始的意思。啊，开始啦，新的时代的开始。这爱向观众朋友来说明。是，这是台湾新的时代是为结完的开始。这有影，他听起来真有希望的吼。是。完全利用，完全循环，佮双循环。对。听起来敢若吹冷气双循环。双循环。哦，啊，对，2017开始经营，恁这是？对，阮签约了后，就开始起个新的工厂。哦，迄时阵阮这土地公就已经来到遮啦。哦，所以阮2018年吼，就开始阮旧的这拄啊，你看这个小细型的这个发电厂，算讲甲恢复，而且阮阁起一个新的，咱等下去看后壁。哦，4.2 МW， 搁较大。哦，比这4.2 МW，比这大10倍以上，哦，10倍以上。所以咱这2个厂安尼开始发电，哦，啊，阮的运作的团队都完了拢入来开始。啊，咱即摆电有亏线有送出去无？有已经送去5档啊，阮即摆5档啊，已经5档啊，嘿。哦，啊，你这不少啊？不少，因为咱这下电的这个装置容量啦吼，咱的量会使算讲会使提供。加三星乡、台东乡吼，差不多1万户，1万户的这个客家的这个一年的用。但是公告对吼，嘛是要有规模咧，那这位其他的位，啊，若是你若农政，啊，拄好我问过土地公，若是要挖这个弯的，啊，若挖到别人的厝地，啊，这伊拄啊，伊讲，这是阮兜楼骹咧，所以这个部分我嘛需要讲吼。看咱的法令会使更较明确，看会使去规范讲未来吼，你捌生要做这款吼定向的这个作业。哦，这叫做定向。这个定向，你就安排你家己决定你的方向，哦，这个定向的这款落井吼，啊，这都要一定有一定的规范，啊，这个规范吼都要考虑讲你地上这的产权的人的权利，啊，甲个达成。就是我就好地好人机啊，这阮兜阮话掺一个，互我分一个，有这种可能。这可能我也是有可能的，这个方法啦。啊，即摆就看政府即摆安怎去设立上合适的这个法度来。所以法令啦、环境啦，啊，目前是还阁袂使，阁袂使。目前袂使。目前就是讲伫你的所谓你租地范围这范围内底。一定要伫这范围内底。拍地咧。拍地咧，对。哇！啊，咱公司啊，佮在台湾佮其他各位有咧想讲，倒位较有可能性？当然啦，因为这个地就是遮宝贝、遮好的物件吼，所以阮伫宜兰的清水以外吼，阮针对台北迄个大屯山山区吼，算讲是台湾的火山上济的所在，嘿，所以阮即马有另外一条电厂，嘛是开始已经起好啊，即马嘛在发电啦，啊，伫个大屯山遐叫做四方子坪，四方子坪啊，四方子坪啊，四方子坪，因为有一个1.2 МW 的，我嘛不少安尼吼，因为迄个电厂是算讲咱国内第一个火山型的第一电厂，又搁无共款，无共款，啊，袂卡先。
还是会卡先，啊，佮其他的问题？卡先无参照这个严重，但是伊较有其他的问题。哇，咱小等哦，继续来甲参考咯。是。哎，咱这小土地公吼，这个要安怎佚佗？哦，这哦，咱这套是迄个做做科普教育，互小学生来。啊，做这个敢若发电啊？嘿，啊，要安怎用？即马吼，地点就是伫涂骹3000公尺，公尺深的迄个所在。最高纪录是30007，啊，就开始拍，哦，来个3000啊。3000，啊，即马我爱甲迄个140到160的烧水，甲储起来。即马烧水提起来了，这做一些发电介绍啦。哦，他做总经理甲副总的。嘿啊，毋是高压器吼，啊涡轮，啊互电机组来发电，啊引出的烧水变冷了啊，灌转来回住，哈。对。开始啊！大家爱开始。等有30秒哦。30秒。嘿，这数字你左上。砰！是。哦。哇！你好电，我个大大。来，即马就是差不多打好完啦。咱的成绩是偌济？30001。会使啊，袂使。真厉害啦！真厉害吗？记录保持是30017。差16啊呢！啊，会当用25014台冷气1点钟哦。嘿，哎呦5万外。我嘛有贡献哦。哦，我嘛有贡献哦。到的小朋友一个认识，知影这个发电。咱敢若安尼，他做啊就7.1，咱的清水地热发电厂1点钟的发电量。这是安尼算的。安尼算的。当然，生的时阵，迄个发电无出来。哦，是啦，嘿啦，意思是安尼啦吼。啊，看起来敢若有结迄个石头，这是啥物物件？这就以前台电吼，伊的送水的工作，我来切一段过来，来做标本。哦，内底是迄个好像咱迄个心脏哦，胆固醇卡掉的，赶快。哦，敢若打固醇的。但是这是电的呢。电的，这电的。哦，这个哦，这有结构的工爽。嘿，这内底迄个物质叫做碳酸钙，迄个结出来就是甲石头共款重。哦，啊，毋就敢蚵仔壳迄种的。对，迄差不多安尼。啊，这个用水就无法度洗啊，这个要用药剂啊，啊嘛无法度处理嘛。这也无就该拍震动甲拍，哦。啊，咱即摆清水的地热，他做总经理甲副总啊，讲，咱即摆用冷媒，落去做，无直接用这个烧气落去创。啊，所以这个结果较少起来。嘿，有较少，嘿，而且吼，这个结果会发生伫迄个主要的系统的外口，内底迄个心脏袂去塌掉，外口迄个讲有这物件出来，阮就切一段来，甲伊清掉，甲整理就好啊。迄简单处理，啊，毋过是心脏内底塌迄袂使塌起来。对，麻烦。这原理共款啦。哦，所以外部不要紧，会当切的，啊来处理掉。对。啊，这地方啊就袂使啊，吼。啊，这正头保温的光线，这就是正头。这以前就弄正的时阵。弄这呢用的正头。嘿，哦，3粒正头呢。这是正头，这都是金刚钻，这拢真定。啊，毋过这金刚钻哦，恁即摆拢无用这啊哦。即马若是有正弄正哦，嘛是会用这种。啊，毋过这已经危去啊，这古董啊，摕来电视节啦吼。啊，咱即摆一般有用这个光线嘛，这个保温的光线。是安尼用，这个保温的效果袂歹。哦，是讲者烧水为咱遮吼送去上内底的电厂，差不多走1公里吼。咱安尼温度差不多降2、3度尔。哎呦，袂歹。哎呦，迄个滚水管呢？对，温度保温效果袂歹。
所以咱就是继续家使用。即马拢用这种工厂，真高呢。系啊，咱咧做这个地热厂，其实爱真注重讲这个烧气安怎保持。啊，那如果若较长，咱就迄温度会落较低嘛。嘿，对哦，送愈长，迄温度甲压力拢会变低。咱会要求希望伊的温度啊，至少要保持在偌济温度。咱家哦，我咱家希望是150度啊。那如果吼，对地热发电厂吼，上加嘛爱100字，安尼无安尼做袂起来，至少嘛爱100字。至少要100字。咱家有150。安尼听伊知影讲，人迄小学生，我阁有贡献着啊，阁有发电啊，吼，感谢。即马哦，内底发电内底吼，气甲烧水迄个价值是袂共款，气的价值较悬，所以这性价分开。地热界有一句话是：你无两类，你唔知影。这个碳勘值吼，3000万至5000万一口。啊，对，无了，礼拜7天拢随时会在发电。清水地热电厂2楼避南德兴路线图，哦，对遮走，有一个动电室、控制室，伫遮。你要控制什么物件？咱来探秘一下吼，这控制室诶，总经理伫遐啦，哈哈。总经理，好朋友来。总经理，是。这是算控制室，是。这拢你控制。这是拢阮遮的厂长。厂长控制，厂长。这拢伊，这算讲也。你的管区就对啦。对。你甲咱讲吼，这拢看这个电脑啊，坐条的，啊电脑咧管就好啊，恁人咧创啥？啊，人嘛是爱维持一般的基本的上的保养啊、巡检，咱嘛是爱去看一下。啊，是咧控制什么物件？控制阮的整出来的温度、哦烧气、哦量体。温度、烧气、量体大小。对。啊，量体大小，敢就爱依照就今卖量体大小去调整什么物件？调整我的热源，日月我的基础，哦，我热源愈侪，我的基础的发电相对会变侪。啊，惊伊会真崩，还是讲惊伊会爆炸，还是讲袂负气？爱做调整嘛？爆炸是袂，因为是设备是自动化，啊，也一个范围内底热跳机会节电。哦，家己的跳机，对，全自动化。你这机械啊跳啊，恁人坐一下要创人去真相。基本上嘛，就讲3不5时遇到大状况嘛，是要人伫遮 stand by，爱顾了。这看到拢都市化呢，拢多项化。啊，这安尼放了，这是跟他基础的款哦。这个是我的红叶啊，红叶啊散热的用的。哦，散热用的。啊，顶头遐你在power，这是净热量，对，净热量，净电力，没有带电的净热量。哦，啊 ，gross power， 就是我发电机机头发出来的电，啊，未互带电是1.83。对。这是现主是还是讲什么时间的区间算出来？哦，这是每1点钟平均1.83的发电量。哦，就是我的功率啦。哦，这个功率，功率。啊，这一粒敢若？啊，球咧还一个是我的怎讲预热器啦。哦。买蒸汽买这个会有一个烧气的预热暂存的预热伫遮。啊，听总经理啊，是我进前读的这资料，讲咱即马无直接用直接咧地热的烧气就去做，啊，搁用一个冷媒就去烧。对。啊，所以这物件应该看到位。哦，冷媒就是喷红烧这条就是冷媒，啊红烧这是烧水加蒸汽，啊有一个2套系统伫内底走。嘿，啊我的水加蒸汽用完时阵，我搁等去北区管理涂骹落。啊，这边是灰柱。嘿，灰柱你这看袂到，啊，另外一个画面就看会到。啊，我即马目前喷红烧这就是我的冷媒。安尼咧底下走，在循环，正循环，所以2个系统是底下循环。哦，这看起来真趣味呢。啊，迄个人是咧创啥？哦，迄个人就是
比方是伊毋是演员哦，这就是那个你也是 operator 啦。operator 操作员操作员。操作员啊，虽然我机台是咱全自动化，但是有一家嘛是爱细部微调，爱调整者，一点点啊啦，袂讲啥人爱调。我头仔有头刚甲观察的，伊这拢哎一直拢看这用无看哦，这个工作是其实是无简单的哦。哎，是。甲也袂当上班，也袂当去看别项物件呢。啊，这就是爱24点钟轮班吗？对，目前才是做两工休2工24点钟。24点钟哦。对。我看有对讲机呢，啊，对讲机，对，对讲机啊，搁爱讲随时，若看到啥物个，啊你敢有家己的这预警系统alarm？有，这全部拢是自动化的。啊，我有管制啦，伊低到悬，咱有咧管制。啊，有危险时机台判断该停就会停啦。其实我一般去电厂啊，去参观的时，感觉恁遮就安全啊，真平静啊。所以阮的生态系统是算做稳定的啦，稳定的啊。只要无啥物这种意外的代志来讲，一般来讲是拢真做稳定。加是要小挂钟，跟线爱换，对。啊，阮现场的人员毋免多，但是爱反应爱真急。哦，因为现场若出现，爱知影讲出啥物物件，是，马上会使去处理，哦，啊，咱的系统会使稳定下。我早早听众甲我讲，恁公司4个场拢有通踮咧显示哦。无，以后是甲算讲利用一个统一的，算讲一个中央。一个合并，合并。啊，但是即马是拢是大个厂，哦，个别拢有一个控制性安尼。哦，有一个平台以后会当创。拄啊，厂长讲的，我一寡发电量啦，啥货，这个较大的。拢看有。拢会使，拢送去总公司会直接看会到。我这个算做会当讲 digital twin， 是数位孪生哦。是吧？阮嘛是希望讲以后吼 AI 的这个技术吼，会当入来，会入来。哦。这一柜这是啥物件？这就是较传统的控制模板。哦，因为我有2套，一套是全自动的，一套是手动的。万一自动无法度时，我还切来手动这边关起来，为了安全。有味的对啦。对，2个系统咧控。所以嘛需要人。对。有当然是机械啦、电脑啦，应用啊嘛是一半摆啊。对，一半摆啊。啊，你用这来做处理啦。对。哇，咱规个电厂，你爱管几个人？我目前是管8个。管8个。因为你目前来讲，阮24点钟吼，拢需要派人伫遮咧吼做处理。生意无多呢吼。是，阮还阁想讲吼，搁较自动化，啊以后看人会使搁减少袂？嘛无算减少啦，希望讲咱的厂吼愈看愈大。愈看愈大啦，啊大家吼，去咱相关啊去做别项代志啊。咱会使吼用较少的人力吼，会使做较济。但是我感觉观众朋友也是想要来看吼，大发电厂到底生做什么款呢？是。虽然外口小我杀杀啊吼，咱来外口看卖。他都要控这些吼，出来到遮，无甲你讲，你唔知影讲这就是发电厂呢。顾理。你甲咱介绍一下，这条这是啥物物件？好，甲你介绍哦，安怎为水吼变做电？吼，头前这做吼叫做气水分离。气水分离。迄种恁的迄个气水，气是蒸汽，水是烧水。嘿，即马吼内底发电内底吼，气甲烧水迄个价值是无共款，气的价值较悬。所以咱用无共款的处理方式，所以这先甲分开，迄真简单，一大摊位迄个规个生产线散过来的水甲气，都冲入来，然后可以做一个螺旋的方式，螺旋可以射空，射空哩，射空当迄度对下骹轻迄度走起来，这度气真物理的方式，这度物理。好，即马来介绍。这讲少少。这讲哦，网应该是偌紧啦，我唔当嘛，对啊。这种保温啦。有保温的啲。然后那个水吼，可以用莫大改上的家来。来个家。有一个就是咱的较重要的设备，叫做热高碗。热高碗。热高碗。内底啊，拄啊，咱伫外口有讲吼。
咱上重要迄个发电机哦，是用冷媒嘿，去冲的，不是用地骹的烧水。所以哦，咱只爱甲迄个地骹的烧交互这个冷媒，这只爱做一交换，这是较特别的物件吼。咱来看一下，这头前4支吼较细支。头前4支较细支。嘿，这4支较细支。4支较细支。内底吼冷媒就要等好好。哦，咧等伊。嘿，对。迄个烧水爱为遐甲放入去，蒸汽冲入去，嘛毋是讲一半一半啦。内底有这个细支的管，吼，冷媒伫外口，啊咧水伫内底走过，热交换的面积哦就真大。你睇讲，咱要提的是蒸汽，嘿，啊蒸汽来到遮，其实伊会变做水。哦，这4支还未用到蒸汽，这4支。单纯用水尔，单纯用水。这4支哦，水安尼探过，烧吼，水内底的烧先过迄个冷媒。咱来讲上尾啊1支。这大支，哦，大支嘛是一交换的上尾啊1站。哦，冷媒遮有较烧啊，较烧送过遮，即马还未用的烧气哦，就位顶头安尼灌入去。哦，直接落来，过来灌一盖，啊，你冷媒做第2届加热，冷媒这就会气化，变做蒸汽。变做蒸汽，再用这蒸汽就去发电。安尼就去塞发电机。2段式哦。2段，伊所以伊的温度会买达到差不多140到150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头一摆的温度伊会到倒位？大可能就是70外到100。70外到100。这有一个空间，是。第2摆才到140。对。再送出去要发电。内底，咱来看一下吼，后壁迄个红红的迄粒，就是电厂的心脏。后边迄粒，细细粒尔，咱开始拢靠这粒嘛尔。这就是电厂的心脏，发电机。我以前去电厂，拢安尼真大，结果其实安尼啊，就这粒尔，就这粒，然后后壁用完那个冷媒就收起来，改冷，甲温度搁降低，搁甲做落去，无，变做液态，上来遮过来做一盖。所以冷媒就走来走去，搁上来搁做一届。所以我冷媒贵咧，爱多多利用啊。对，安尼一直循环。迄个地下水热量提出来了后，阮就回。我的想法是讲，你哪会创这细粒？我规气创这2粒，毋是花较侪电。条件是啥物？条件是迄个水量爱够。水量爱够。我的井啊，甲内底的水量起来。就拄啊好。早是拄啊好。以咱清水这个地形有材料，通搁做第2粒无？通做第2粒。不过迄个成本咱家投入，因为这有影。即马井会8个，不过拢真老，真老的是有的去民国62年。已经50几吨啊，60吨啊。是啊。所以你讲这生产者，就是迄边青年的。就是青年的嘿。加生产者落，才有材料做第2支。所以咱除了这个电厂以外，清水以外，还有大屯山，还有啥物所在？大屯山遐就真济所在。四红柱，刘红柱刘红柱，就这2个所在有基台啦，有基台伫的，刷落来有真济搁爱面对的代志咧吼，是啊，咱就看到这个电厂，感谢，谢谢，咱台去高馆我有看到这个观众朋友咧问这地质虽然咱有花柱。但是地质会用为完美。咱来想一件代志咱看火山的爆炸，迄拢是几万年的这个代志。其实咱的地球内底烧地热，
这个物件，这个资源吼，已经经过足侪万年的。哦，啊，即马是部分的热，才慢慢啊起来咱地到咱地表。所以咱安怎讲，咱地一个年龄和咱人的年龄是拢无同款，袂比一个。吼，所以咱目前用的这个热是土开的热是地球年龄的这个照度。一米米啊。对对。吼，所以目前来讲，咱的热源来讲是无可能有啥的衰减，还是讲灭绝的这个代志。以咱人类的这个生命，嘿，咱的生命，比如讲1000年，对咱来讲就是 forever。你敢觉看会见1000年？唔知啊啦，唔知。所以目前来讲，热源的这个代志，拢无衰竭的问题。啊，若是以咱台湾来讲，咱甲世界各国来比起来，咱是会比拼的未？咱台湾真可惜，因为咱的位置吼。伫算讲是上好的位置，要安讲？因为咱有两个大陆迄个板块交接的所在，欧亚甲大陆，欧亚甲大陆，太平洋，吼，所以咱遮其实是一般地质来讲叫做太平洋环火带。环火带的意思是讲，遮这个所在吼是这个算讲是板块交接的所在，说地热的资源是造出来的。吼，咱的资源是做够，啊，但是做拍算，因为目前咱来讲，咱无去甲好好来利用。啊，过去我会当理解，是，但是即摆恁感觉以你民间电厂的这个立场来看，是，恁最大的挑战是啥物？其实伫这个开发展这个地热的这个事业吼，咱上主要一定爱上主要的资源都是一定爱有热。吼，伫台湾啊，这来讲是无问题，但是大部分的有热的所在的土地，一般拢是国家的土地。哦。所以，阮要经过算讲足复杂的一寡行政过程，嘿，爱去取得土地，爱去申请，会使到这个开发的一个条件。吼，因为这个条件有足侪款的物件，吼，唔单干那个土地问题尔。所以算讲这规个行政的流程来讲算较长。有的是县政府的，有的是国产署的，有的是农业部的，卫生是。啊，这是头一个。嘿。啊，另外就是资金啊个风险的问题。资金嘛，但是资金人拢想啊，你欢喜甘愿，你就想讲要来投资看会当对袂啊？恁是安怎来想这项代志？因为对台湾，恁一看就知影讲啊，台湾即摆目前这个环境，恁是算做糟头前的，啊算做是拓荒者，哦，恁是安怎来看待这个事业？头一项代志，阮降捷集团，阮针对环境，对一寡甲人有关系的议题，阮拢足重视。所以，阮对人的问题是真正重视。啊，能源的部分，一般即摆世界嘛，一个算讲一个趋势是讲净零，吼。所以，再生能源的开发对台湾来讲是非常的重要。啊，所以阮公司的创办人，伊伫进前一段时间，10几年前，伊有一个概念和这个简佑新部长。吼，前有时部长即摆是阮公司，是算讲咱国家的无钱所的大个大使，吼，啊伊，互阮一个观念，感觉讲再生能源是一个需要阮会使去努力，会使去为着咱后一代子孙会使做的代志，真有未来性的代志。是，啊，迄时阵阮就是伫评估讲，太阳能、风，啊个地热。太阳能甲风的物件，大家已经做了足济啊！吼，目前来讲，其实对阮来讲，较无迄个吸引力吼。啊，阮地热，阮就感觉讲地热的物件是台湾的宝贝，但是开发人真少。啊，因缘机会，阮嘛有做好的算讲伙伴吼，做伙伫遮开发。啊，所以时阵，阮都为迄个时阵就开始对地热的部分做兴趣。但是你讲了无毋对，一般民间的公司对地热的开发上大的问题伫。头前开发的风险真悬，开发的风险，毋就是器材建制的成本，还是讲要弄正的成本？是，阮要做地热，你一定都要确定有热，这通好创啊。对。啊，这确定真贵啊。真，算讲风险真悬。哦。因为涂骹的物件吼，拢迄个无确定性真悬。
虽然咱有足好的技术对去做探空，比如讲用迄个，譬如讲大地电池啊，是用地球物理、地球化学、地球啥物方式，算讲去探空讲可能才有这，但是你嘛是可能啊。对，所以第一届有一句话是，你无两落，你唔知影。所以你一定要算讲去挣这个探空钱，但是我一头一个概念，一个探空钱吼，3000万至5000万一口，爱落无就无，无就无啊。零与一，好，所以头前的风险是上悬。虽然讲你会使谈，你讲啊有照这个有可能有的机会真大，但是无一定有。哦，所以进前中油啦，啊，搁一寡单位去开发石油嘛是同款，哦，所以无一定有。所以头前的这个风险不确定是上悬。所以你认为这项代志、这个事件应该是更较大的资本来做较合理，还是讲无？其实，那恁会当坚持落去，应该会当开出更较好的这个结果。其实对阮来讲，地热甲一寡这个天然的资源，应该是算讲是国家的资源。哈，哦，所以若讲国家针对地热资源的这个调查，应该是有一个初步的阶段，所以再来做，再来做，因为这算国土的规划。哦，这有影。哦，你政府针对什么所在可能有热，啊，民间才有意愿哦，对，你甲这个可能性会提悬呀。啊，这个资料民间才来评估讲，敢有商业的价值，敢有开发的价值，敢有法度去借到钱，银行敢有支持，了后我就会使算阮商业的价值。哦，对，但是安尼才合理。吼，因为这是国家，这是国土的资源嘛，吼。但是目前来讲，阮前10几年来，吼，做这代志拢是阮家己做。阮到目前来讲无失败的咧，吼。因为清水这第一场，甲拄仔会知影讲的这个四方柱，火山型的这个电桥，伫阳明山、大屯山这边，算讲嘛是头一个成功的咧。哦，啊，目前今年年底，还佫另外佫一个刘洪柱平的电厂，嘛会使，嘛会继续，嘛会算讲会使发电。啊，刷来阮嘛，伫大屯山附近，哦，还佫有一个景子坪，啊，另外还佫有一个佫较济发电。其实阮是做有信心，哦，因为阮对这个技术的部分，是头前风险的部分，阮拢做足好的控制。但是这嘛毋是100%，吼。所以对阮来讲，我那是有做这个风险伫。所以这个部分，阮嘛是希望讲，吼，有较济国家的政策，像无影响环境啦、发令啦，甚至是产业的支持，吼，因为咱的产品就是电嘛。咱目前来讲，电是卖互台电，啊，台电才可以算讲卖互其他的这个用电的但是呢，目前国内有一个制度是，阮即马发的这个算讲是绿电吼，这个再生能源电，阮会使含企业直接签，吼直接签，用较好的价钱卖互直接卖互企业。啊，所以企业目前来讲嘛，足侪讲想要爱100，对啊，哦，也要净零，对，伊要爱这电啊。对，我嘛若是希望讲用电呢，啊，甲阮发电呢，吼，大家针对这个地热这个好的这个绿电吼，会使来做伙来合作。看头前开发的时阵，看有法度来做伙合作，来互相负担一下吼。就讲阮遮发电，啊，台电去上线，你嘛做一下股东吼，啊，创啥物大家来合作。我感觉这事关地热的这事业的发展哦，一定爱国家民间吼，大产业来做伙来合作。但是一般来发生啥物天灾地变还是安怎的时阵，一般的电厂甲咱的地热的电厂来讲，都种较韧性，啊较好紧恢复。是哇，主持人，我感觉你真有概念吼。无啦，地热吼是所有再生能源内底人性上好的。安怎讲？地热是唯一再生能源内底算讲是阮叫做基载啦。基载意思是讲吼，一天24点钟，一礼拜7天，拢随时会使发电，无得停的啦。有敢若虾米妹妹呢？就是讲地热
阀门拍开，就直接发电，拢袂停，吼。但是风甲太阳能，迄都无共款啊。风你热天无风嘛，吼。啊，暗时无太阳的时阵，就拢无法度发迄个太阳能光电，对。所以地热是拍开就有，而且这个地热拢袂减去，拢袂衰减去。所以要来讲，这个是唯一的，阮叫做基载，叫基本承载。哦，这个。哦，基本的承载。哎，承载的这个。啊，若炸弹来还是安怎呢？啊，咱要配合真紧，因为阮的厂房，阮的厂吼范围拢算讲小呢吼，足小，啊，而且佫去做精致，做五种齐全啦。嘿，吼啊，一旦若天气若要佫起机的时阵，其实时间拢足短。会这有影。吼，我阀门拍开，就随发电就会使发起来啊。这有影。对这个产业有啥物，还是对国家有啥物意义呢？国防，那附近若发生了战争，还是啥货时阵，其实因为咱的地热电厂会使算讲做分散，吼，你炸掉一个，啊，佫另外一个也佫有，吼，啊，另外起足紧，会使讲支援附近，吼，啊，电信，嘿，对，啊佫啊，另外除了战争了，嘛是有防灾。哦，你若讲较大的地动啦、风灾啦、风的台电可能电，迄种无多发电的时阵，咱这个地热电厂会使随发电，会使提供医疗啦、吼通讯啦，吼这需要。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，来到这个清水的地热发电厂哦，其实还佫有大屯山啊，佫其他的所在，咱就希望有一天哦，过来看。因为每一个电厂所面对的问题都不同款，要用的这材料，嘛爱真面真爱去处理呢。是的，因为咱清水甲阮大屯山的环境都无共款。哦，啊，也热源嘛是拢无共款，哦，所以爱处理这系统设备的代志拢无共款。哦，这大开眼界，感谢总经理，多谢你，感谢恁今日来，互大家拢有这个机会吼，来开眼界。是，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。